术水个好，古今解说两句我含你做参考。解说，解文说理。好朋友，咱来讲清朝时代，真侪人登山过台湾，放某放囝来台湾困番仔经做头路，拼一个事业，平平拢才会出外流浪汉，有的某有娶，有的落汉卡。结果其中一个某对登山寄批来，批拍开无写字，因某都毋捌字咧。结果画两蕊目睭，一边画青，一边画黄的。哇，批天开，四边围做伙看批拍落汉卡，就讲恁某已经学到目青目黄啦。咱知影，台湾话这个成语，往往有迄个加强口气、加强效果的。一蕊目睭青，一蕊目睭黄的，这无可能嘛？这咧表示啥？表示饿肚，表示三顿不接应。结果批天开安尼看，讲恁某饿到目青目黄，边仔佫一个，同款看批的朋友看，佫再甲赞落去，佫再甲加强说明讲，恁某咧讲你吼，当年烫天拢无转去故乡啦。哇！结果当年烫天嘛是同款，要调工讲学校，因为一年大咱讲当年烫天，年真长无毋对啦。敢有可能烫到对天顶去？无啦。这台湾话，咱咧讲四字的成语，都是有古早人老辈会晓安尼应用，会晓发明，互你好记，都是加强效果啦。结果因人看到这个批，某画一蕊目睭青，画一蕊目睭黄的，所以甲因遮的朋友判因安那，因讲我遮无咧介意阿姆阿伯咧，我安尼来讲这个话，阿姆阿伯，这原来是四字的成语，原来是加强口气，意思讲我无咧介意啰嗦啦。我无咧甲伊讲东讲西啦，恁某巴肚咧饿呢，恁某安尼伫长山写批来，日子歹过啊，啥物你无咧甲伊暗嘛白？煞毋知影我当初就是头壳一空哦，头壳一空讲着毋着老岁，但是头壳一空即句话，原来咧讲含的，要讲红好记，咧讲加强的，就是讲吼，头壳讲一空袂晓想，去做迄个错误失策的代志。煞毋知影讲，我钱寄转去到长山，阮某毋是款美菜。拢总甲我摕去拨，摕去开，怨叹当初我娶到这个某，所以吼我家己头壳一空。哦，国情今日所讲的，拢是台语的成语，尤其拢是啥？拢是调工要讲哦，更较含咧。讲哦，所有听的人一摆你就会当理解，加强口气、制造效果的成语，原来遮艺术、遮深刻，搁遮趣味啦。